聖經歷代志下36章16節，他們卻嬉笑神的使者，藐視他的言語，譏誚他的先知，以致話啲怒氣向他的百姓發作，無法可救。嗱，呢句說話呢，就描寫咗點解猶大佢哋會被亡國，會被擄到去巴比倫。因為呢度解釋就係佢哋嘅百姓多年嘅裏邊，大部分嘅人佢哋對神嘅態度，佢哋嬉笑神嘅使者，藐視神嘅話語，即係唔尊重聖經，唔尊重神俾佢哋嘅律法，譏誚佢嘅先知，嚟到去笑佢嘅神嘅僕人，以致神嘅憤怒臨到佢哋。佢哋就被擄到去巴比倫。求主幫助我哋，真係曉得尊重神嘅救恩，尊重神自己，尊重神嘅話語，尊重神嘅僕人，曉得嚟到倚靠主，信靠主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